身我係做工程師同埋呢個項目管理嘅，我做開差唔多有10年。咁樣呢10年期間，其實我遇到嘅問題就係，當我做電子呢個行業嘅時候，嗰陣時就遇到金融風暴啦，咁樣電子就down啦。跟住到我轉開去做呢個項目管理，響呢個 oil and gas 嘅時候，就到 oil and gas down 喎。所以我就發覺其實我哋打工，我哋做工程師其實都唔係好job secure啊。所以嗰陣時我就諗住想試多一條新嘅出路，攞一個新嘅技能啦。所以我就揀開金融行業我就揀開保險。所以我就從嗰陣時開始做起啦。所以我就響呢個保險行業嘅時候，初咧其實都幾辛苦下啦，因為我從一個本身唔需要溝通太多，唔需要講太多話嘅一個工程師，咁樣我加入咗保險嘅時候其實係需要去做好多溝通，所以我就發覺呢個係我一個挑戰啦，因為本身都我係一個內向嘅人，咁樣我本身都唔係有太多 social 所以要同一個人溝通，尤其是同陌生人溝通嘅話，我會口窒，我自己嘅自信心係唔係太多所以我係好驚去同人溝通，同人講嘢。都響呢一段時間，其實我都好掙扎啦。咁樣當然啦，過後我發覺一個定律就好似一個細路哥，佢一出世佢係咩都唔識，但係佢都係咁樣不斷嘅學習，去學行學走學爬咁樣。所以我都係通過不斷嘅咁樣去練習去磨練去同人講嘢一直去同人溝通咁樣先正改善咗我本身嘅呢個口才。其實我本身都唔係話太識講嘢，只不過係因為不斷咁樣去練習，習慣咗，到變開人哋講啲咩話題咁樣，我哋都可以同人去傾去講。咁樣我本身響呢個行業差唔多有8年嘅時間啦。咁樣我係直接到近呢4年我攞到我人生嘅第一個 MDRT 同埋 IDA。咁樣響呢4年入邊咧，我不單止攞開我嘅 IDA 同埋呢個 MDRT 我舊年我仲攞多第2次 MDRT 同 IDA。所以響呢4年我總共係攞開2個MDRT、2個IDA 同埋3個旅遊獎嘅。